来讲，咱台湾有海拔真悬的生物，也森林内底有这生物。今麦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，都有民间团体要启动计划，守护生物的多样性，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咱台湾森林有偌水。调查人员调伫台湾生物边仔，去量伊有偌悬有偌宽。自然圈子基金会推动环境性拓真侪年，希望推动甲台湾珍贵的山林、溪流，将遮的自然资产交予逐个信任的人和民间管理。因嘛结合科学甲艺术，透过展览，予大家斗阵见证台湾森林的多样性。我们跟这么多的野生动植物住在一起。形成一个丰富的生命网络。所有学过生态学的人都很容易理解，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，都很宝贵。那只有守护土地，才能够维系这一张丰富的生命网络，它才不会断裂。真的不知道山里面还有那么多伟大的台湾山巨木在等着我们去发掘。所以这一路走来，2017到现在已经将近快10年了嘛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。那这次这个这么棒的展览，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展览，开启我们巨木年。展览现场有真侪相片甲影片，记录台湾有特色的生物，含介绍环境信托的工作过程。摄影师讲，会当甲台湾森林的丰富含水记录起来，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把台湾森林的美好与特别呈现在大家眼前，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字与影像，让大家认识到，原来台湾森林是如此的多样，一树一世界。自然圈子基金会表示，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，这个挑战，更加要做好保育和环境教育，让大众理解人甲大自然的关系。台湾的生态是偌尔有价值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